今日我哋嚟到雲泉仙館，雲泉仙館嘅入口牌坊寫住眾妙之門。喺呢個牌坊嘅對面，我哋可以見到有3個嘅巨型嘅福祿壽，佢哋做到好開心同埋惟妙惟肖，歡迎我哋。雲泉仙館係香港一間道館，喺呢一度嘅壽土曾經舉辦過80週年嘅菊花展。雲泉仙館就係好似我哋嚟咗之後，置身喺古代嘅時代，呢一種古式仿古嘅宮殿形式嘅建築物，值得我哋慢慢欣賞。向前行，會不斷咁見到好多唔同嘅植物同埋花草樹木，令人心曠神怡，心花怒放。環境相當清幽。如果媽咪級或者係啲家長帶埋啲小朋友嚟到同萬世師表影返張相，啲小朋友讀書都聰明伶俐㗎。喺大堂嘅中央建咗一個觀雨亭，睇到嗰啲曲橋連接住呢一個觀雨亭。每一年嘅荷花盛放係喺6月至到8月，但係今次我哋嚟參觀係3月，所以今日未能夠睇到有荷花嘅美景。雲泉仙館內有好多盆景嘅擺設，栽種咗令整體更有庭園嘅韻味。雲泉仙館源於南海西樵山，喺1975年買到新界呢個坪輋園林，作為發展宗教活動同埋旅遊勝地。至到1986年已經起好呢個呂祖殿，舉行開光星座嘅典禮，同時舉辦咗第1屆菊展會嘅開幕，便繼而開放俾遊客同埋各界嘅善信進行參觀。到咗怡真院，係一個拱門為入口，入口側跟就有一幅八仙圖壁。呢個八仙圖壁建造得惟妙惟肖，古色古香，應有盡有，彷彿似返到去古代嘅時期。此外呢個電視台古裝嘅戲劇之中佢哋皇宮後花園都會喺呢一度取景嘅。呂祖信仰
相傳呢係唐朝嘅宗室後裔。德漢中嫘祖師點化，避世入山修行，得道以後，到名岩，字同賓，號純陽，為八仙之一。現時人尊稱佢叫做呂純陽祖師。呢個呂祖先師係道教尊崇嘅仙聖之一。純陽殿供奉呂祖先師。先師不但以醫術治病行世，仲大慈大悲，經常以唔同嘅現身扶危濟世，除暴安良，甚得民眾嘅尊崇。我哋嚟到迪心橋，向前行，可以見到雲泉仙館嘅雲景園。個地方好大，樹下嘅石桌椅相當有詩意。長期展覽數以百計嘅盆景，美不勝收。喺雲泉仙館嘅另一邊，水樹蘭亭，有一條小型嘅河流，建造咗好多噴泉，沿住呢個河流漫步咁置身其中，一路欣賞呢個河流，又聽到呢啲流水嘅聲音，又有急拐嘅叫聲，令人呢悠閒清幽嘅感覺。好啦，我哋參觀到中午啦，係時候品嚐最驚喜嘅素齋。我哋一齊呢嚟享用呢個精美素菜，馳名白粥任食。我哋就到此為止啦。